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繼續探索事件嘅第130兆嘅前鋒，其中一兆嘅前門。今日就排嘅就去啦首先嚟講下嘅就是前門之下可以支持，必之洋洋可以樂基，其其食必可之防，其其次次必且之疆，其其食必可之利，其其次次必送之之。也就是咧，總共咧就有3星嘅書有40篇段有30篇段也就是咧其實咧係就愛情史嚟嘅，佢描寫咧簡單嚟講咧，就講係描寫有錢就飲水飽冇錢咧就食肉也焦味咁樣嘅愛情觀。佢係描寫對青年男女在城門下約會咁樣嘅情景嘅，同時咧也發表佢嘅英文講嘅偷嘅佢有好有豐富哲理嘅咁樣嘅愛情觀愛情名嘅其他我哋睇下嘅就是嗰啲翻出嚟嗰啲書真好條嘅就行書呢個也可以講行就講個夫港赤行平生也可以講係大橫或者平或者也有相行嘅也就是當中嘅行門之下咧，就會將呢條橫木咁橫嘅門口咁，佢就當隻門咁嘅天嘅書咧個筆書必赤筆你聽講咧係個殘碎嚟嘅呢個殘碎流水嘅聲音應葉聲再嚟隻隸書咧隸書頭先講到識就係隸嘅意思梁思赤隸演平生梁思赤隸按照前面嘅梁書嚟同音嘅再嚟隻詞切其赤詞也平生頭先個隸書係嘅名呢種隸嘅名隻詞咧係二次元要即係講嘅二元即係要講個切而赤再嚟咧就其書其喜赤其正葉省推出嚟嘅隻強書咧幾兩赤強即通常咧講聲嘅聽下聽咧也即係講咧係嗰種美語嘅意思即係講聽講咧邪國嘅聲強嘅語嘅好靚嘅即係咁幾首詩意思當時係描寫咁意思嘅再嚟個詞書詞書嘅切而赤詞咧就也講比較緩慢嘅意思或者叫嘅意思或者
也要聲啊。佢就放數咧就講佢就唔明嚟嘅平省扶房即係放。即係斜數隻斜數咧，搶嘅單突咧都似啟赤齊呢個平省。有公主上業戰也平重也平也壯也後也切也釘也也係用個照明即係就講神嘅名稱斜有斜角當然前朝時開有斜角嘅還有隻松數咧書童隻松記上嗰隻係隻照明也用個像松喺度探索呢條史咧實際上咧因為嘅大部分嘅書咧都大家都識嘅即係講客家話咧也容易都識嘅其實探索嘅事件嘅條史咧其實咧也點樣講咧即係講咧我哋除咗探索嘅發現之外咧我哋上次講到事件大部分都係攞客家話同源嘅嗰啲詞好書好另外咧我都發覺咧嘅條史咧也可以咁講嘅條史咧表現咧當時當時一個情況呢個前提即前係隻地方名嚟嘅唔係前朝嘅前係相前嘅前，可以咁講喺當時表現係當天嗰啲人嘅嗰種愛情觀嗰種友情鹽水飽嗰種咁謀情色欲也嬌媚嗰種咁嘅嘅愛情觀，也可以咁講有即係講嘅就是有表現係當時嗰啲人嘅淳樸當時嗰啲人咧對愛情嗰種單純嘅要完全對為了愛其他乜嘅都唔講嘅呢個嗱你看到嘅即香港識唔咧啲何必識何志芳咧係種後靚嘅人聽講後嗰條要何必識李吳咧呢個次次咧要何必似斜角嘅嗰個靚兒咧即係講或者講似宋國嘅靚兒者咧總之即係講咧仲可以兩情相悅任何人都可以共度一段美好嘅時光嘅嘛唔係天係秒鐘反正而兩個人性格點講咧正所謂有冇講即係講風過兩條水過橋南從醫院莫講理，即係講而仲喺世界上方而係醫院其他乜嘅都冇所謂啦呢條史咧就係表現一種咁樣嘅愛情觀亦即係講咧呢個前鋒行門呢條史咧係表現當時嘅年輕人嗰種淳樸嘅愛情觀呢隻節目咧就到此為止，多謝大家。